高雄有一个学生竟然把车停伫咧学校停车场，想要到过2礼拜外去看车的时阵，发现讲规台奥多摆拢去放宣传。专家表示讲这是压果尘，是因为真高生炭才会短时间内生甲满满死。 顶仔甲头前的车链颠掉的机车行的头家，清买2点钟才清煞。这台机车拄买半冬，竟然会生电，大家拢真惊奇。原来车主是高雄科技大学学生，甲机车停伫南马溪校区停车场买2礼拜，落尾才发现为车头前的房仔到椅仔下面的线拢有电。机车行的头家表示讲，加在两早发现，若无够时生炭，就会加线路，机车就会无法度发动。 就整个从那个刹车线那边啊，从面板的配线那边攀附到龙头上方去。我没有修了20几年，还没遇过。花草拢袂使，我都爱顶管，系啊，修过合。机车哪会生电呢？这电是为倒位来的？根据专家鉴定，这是核果糖，是台湾的原生种，爱有土加水才通生炭。这台机车内面的核果糖干那茎尔，这伊认为是机车停伤久拢无动。核果糖是为边仔空棒拖入去机车内底。核果糖的特征就是茎上有那个薄的翼，那是核果糖的特征。根一定要在土壤里。 上面才会有整条的它的茎，所以现在看到的照片里面全部都是茎，没有看到根，所以就是从外面穿进去的。机车行头家表示讲，过去唔捌遇到这款代志，嘛提醒民众机车莫停伫外口伤久，若真正发生这种状况，就要两早处理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